问云何行佛行？答：不行一切行，即名佛行，亦名正行，亦名圣行。如前所说，不行有无真爱等是也。大律观悟菩萨品分，一切圣人不行于众生行，众生不行如是圣行。问云何是正见？答：见无所见，即名正见。问云何明见无所见？答：见一切实时，不起念着，不念着者，不起爱憎心，即名见无所见也。欲得见无所见时，即名佛眼，更无别眼。欲见一切实时，起爱憎者，即名有所见。有所见者，即是众生眼，更无别眼。作众生眼乃至至今亦复如是。问即言以智为用者，云何为智？答：智理性空，即时解脱；智理性不空，不得解脱，是名为智。亦名了邪正，亦名色体用。理性空即是体，智理性空即是解脱。更不生爱，更不生疑，即名为用。言两性空者，不生有无、善恶、爱憎，名理性空。问此文从何而入？答：从单波罗蜜入。问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行，何故独说单波罗蜜？云何具足而得入也？答：未人不解五道，皆因谈道生。但修谈道，即六道悉皆具足。问何因缘故名为谈道？答：谈者名为布施。问布施何物？答：布施却两性。问云何是两性？答：布施知善恶性，布施却有无性。爱憎性，空不空性，定不定性，净不净性，一切悉皆虚曲，即得理性空。欲得理性空时，亦不得作理性空想，亦不得做念有思想，即是真行单波罗蜜，名万缘具绝。万缘具绝者，即一切法性空是也。法性空者，即一切处无心事。欲得一切处无心时，即无有一相可得。何以故？为自性空故。无一相可得，无一相可得者，即是实相。实相者，即是如来色妙色身相也。金刚经云：
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问佛说六波罗蜜，今云何说？一即能具足，愿说一具六法之因。答：是一经云，王明尊为梵天言：若菩萨舍一切烦恼，名谈波罗蜜，即是布施。以诸法无所起，名是波罗蜜，即是持戒。以诸法无所念，名禅定波罗蜜，即是忍辱。以诸法离相，名毗梨耶波罗蜜，即是精进。以诸法无所住，名禅波罗蜜，即是禅定。以诸法无议论，名破灭波罗蜜，即是智慧。是名六法。今经文六法不一：一舍，二无起，三无念，四离相，五无住，六无议论。如是六法，随事方便，加入名字，至于妙理，无离无别。但知一舍，即一切舍；无起，即一切无起。未道不起，实为有差。有者伫其法术之中，即中伦生死，各理学人，但修谈之法，即万法周圆。定以我法，其不具也。其不具也。问三学顶用，何者是三学？云何是顶用？答：三学者，界定非是也。问其云何是界定义？答：清净无念是界，知心不动，对见即然是定。知心不动时，不生不动想；知心清净时，不生清净想。乃至善恶皆能分别，以中无念，得自在者，是名为慧也。六知界定非体，其不可得时，即无分别，即同一体，是名三学顶用。问六心自净时，毋是着净许？答：得自净时，不作自净想，是不着净。问心自空时，毋是着空许？答：若作空想，即名着空。问若心得自无住处时，毋是着无所处许？答：但作空想，即无有着处。你若欲了了识无所住心时，正坐之时，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，一切善恶都莫思量。过去事已过，过去事已过去，你莫思量。过去心自绝，即名无过去事。未来事未知，莫怨莫求。未来心自绝，
即名无未来事。现在事以现在，以一切事但知无着。无着者，不起情爱心，即是无着。现在心自绝，即名无现在事。三世不立，亦名无三世也。心若起气时，即木随气；气心自绝，若自时，亦木随自。自心自绝，即无自心，即是自无自处也。若了了自知，自在自时，知无自，亦无自处，亦无自处也。若是了了知心不住一切处，即名了了见本心也，亦名了了见性也。只个不住一切处心者，即是佛心，亦名解脱心，亦名菩提心，亦名无生心，亦名色性空。经云：净无生法忍是也。你若未得如是之时，努力，勤加用功，功成自慧。所言慧者，一切处无心即是慧。言无心者，无假不真也。假者爱净心是也，真者无爱净心是也。但无真爱心，即是良性空。良性空者，自然解脱也。问：为自这样行事，亦得为用效？答：今言用功者，不独言这，乃至行诸作恶，所作运为，一切事中，常用无间，即名常住也。问：弘讲经云，五种法身：一、实相法身；二、功德法身；三、法性法身；四、应化法身；五、虚空法身。以自己身何者是？答：知心不坏，是实相法身；知心含万象，是功德法身；知心无心，是法性法身；随经应说，是应化法身；知心无形，不可得，是虚空法身。若了此义者，即知无净也。无得无净者，即是正佛法身。若有得有净者，即邪见真相万人也，名为外道。何以故？维摩经云：舍利弗问天女曰：你何所得？何所净？便乃得如是。天女答曰：我无得无净，乃得如是。若有得有净，即是佛法中为真相万人也。问：经云等觉妙觉，云何是等觉？云何是妙觉？答：
即生即色即空，名为顶觉；二性空故，名为妙觉。又分无觉、无觉，名为妙觉也。问顶觉与妙觉为别为不别？答：为随事方便，假立两名，本体是一，无离无别，乃至一切法皆然也。